第27章，非士多既然定规了，叫阮坐船去意大利，就将保罗甲别个囚犯交互牛营内的一个百夫长，名叫尤留。有一只阿大米田的船，要沿亚细亚一带所在的海边行，阮就上迄只船开行。有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阿里达古甲阮三甲去。第2日到西顿，尤留款待保罗，准伊去朋友迄位，受因的照顾。对遐搁开船，因为风无顺，就倚居比路背风帆行去，过基利家、庞菲利亚头前的海，就到路加的美列。伫迄位百夫长拄着一只亚历山大的船，要去意大利，就叫阮上迄只船。一连做日，船行得慢，干达来到吉尼土的对面，因为雨风阻挡，就倚着吉里底背风帆，对撒摩尼对面行过。阮沿岸行，近来到一个所在，名叫加奥。离开遐无远，有列西亚城。行的日子多了，已经过了禁食的做期，行船阁危险。保罗就苦劝众人讲：正为我看即摆行船，不但货物甲船要受伤损，大拄着破坏，连阮的性命也难保。总是百夫长信探将船的甲船主，无信探保罗所讲的，因为伫即个海口过冬无利便，船顶的人就大半讲，不如开船离开即个所在，或者会通到腓尼基过冬。腓尼基是吉里底的一个海口，一面往东北，一面往东南。即时流啊起南风，因掠做得意，就起定，我军吉里底行去。无偌久，狂风对岛顶拍落来，迄个风名叫尤涅吉罗。船受风掠掉，抵袂牢风，阮就出在风吹去，倚着一个小岛，背风帆行。迄个岛名叫做高台，伫遐干达收了细只船。既然将细船拖上来，就用缆索捆绑船底，搁行伫塞尼底沙滩顶看浅，就落旁来，出在船飘去。阮互风影逼甲真急。第2日，众人就将货物卸伫海呢。第3日，因搁伸手将船顶的气库卸角。太阳甲星辰做日无显露，阁有狂风大影吹逼，阮得救的愿望就拢绝了。众人做日无食什么，保罗就出来徛伫因中间讲：正为恁本应该听我的话，无离开吉里底，免得拄着即款的损伤破坏。现在我苦劝恁放心，恁的性命一个也袂失落，独失落这只船，因为我所属所服侍的上帝，伊的使者昨暝徛伫我的边头，讲：保罗毋免惊，你必定徛伫该撒的面前，并且甲你同船的人，上帝拢赐予你。所以正位通放心，我信
上帝已怎样对我讲，事情也要怎样成就，只是咱着当伫一个岛的顶面，到第14日暝时，船伫阿底阿海飘来飘去，约略到半暝，水手掠做渐渐近大地，就探深浅，探得有12丈，流啊往前行，搁探深浅，探得有9丈，行了当伫石头顶，就对船尾迄落4个钉，望天光。水手想要逃出船，将细船下伫海内，假做要对船头拍钉的款。保罗对百夫长甲兵丁讲：这个人若无等伫船顶，恁的确袂会得救。对安尼，兵丁砍断细只船的索，出在伊飘去。天渐渐光的时阵，保罗苦劝众人拢食饭，讲：恁望饮药无食什么，已经14日了，所以我苦劝恁食饭，这是关系恁救命的事，因为恁逐人连一支头毛也袂会损坏。保罗讲这个话，就摕着饼伫众人面前祝谢了上帝，掰开食。对安尼，因拢放心，也就食。阮伫船顶共有276人，因食饱了，就将船顶的马歇伫海内，为要互船较轻淡薄。到天光，因毋捌迄个所在，独独看到一个海湾有花通上，就议论为将船挖去，袂话。对安尼砍断缆索，气塞钉伫海内，当时也松开舵的索，拖起头旁，顺着风向岸行去，总是拄着两水急流的所在，就将船看浅，船头加掉袂振动，船尾互风涌的猛力冲歹。兵丁的意思，要将囚犯抬去，行了有收水逃走，总是百夫长要救保罗，毋准因出在意思来行，就望会收水的跳落水，大声上岸。其余的人通用板，还是船顶拦山的物件上岸，安尼众人拢得救上岸。